各县市拢加强非洲猪瘟预防措施，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公园业者嘛唔敢靠势，加强源头的食材管理。因为即马是禁止用喷饲猪，所以新竹市环保局也拜托厂商提悬逐日喷水的处理量。猪肉经过机器哪搅哪和，一粒一粒的贡丸就完成啊！佮用推啊豆豆啊拍，手工炼出来的贡丸。 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贡丸，业者讲拢是用冷冻猪肉做的。政府禁止台猪的这5天，袂去影响因生产，邀请原料厂商加强食材管理。不过这段时间也是烦恼，会影响贡丸的销量。因为我们做贡丸的业者都是使用冷冻猪肉在使用在制作，然后短期因为农委会公告说这5天禁运禁宰，对我们来讲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性的。 不过也是希望说，尽快能够把这些事情给解决，才能够解除大家国人的疑虑。这样。除了加强管理猪肉来源，新竹市伫处理油喷这部分，环保局也拜托厂商，也甲原地1月日处理300吨油喷，伫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，提悬到450吨。机关血药那个团扇的部分，过去是由养猪户来去收集，那这边我们环保局就委外厂商来协助收益，会进到我目前的处理厂来。 目前我们的设计处理量大概就是1个月300吨的部分的处理。那因为我们这是非洲猪瘟的状况，我们可能要加班，把量能提高，最高可能到450吨。环保局指出，新竹市目前1月日油喷的数量大约为3800吨，扣掉厂商处理了后，剩的350吨会进行掩埋，也是送焚化炉烧掉。 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，大家尽量把饭菜食完，减少防疫期间的油喷问题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